今年是历史天安门事件34周年，民间团体伫中正纪念堂是举办当代民主艺术展，透过当代历史的事件，让大众了解中国甲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发展民主的过程有啥物无同。再起，民间团体也呼吁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应该针对历史事件表态。条仔顶悬有济济痛苦的人，这是为着纪念历史事件的雕塑品、耻辱条复制品。现主是就伫中正纪念堂展出。其实上面有一些黑漆的部分，它是其实去年在我们展出的过程中有被破坏的情况。那我们也希望它就是完整的展现，就是因为这其实也是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的一种方法。因为其实大家都应该要知道当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民主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在历史纪念日之前，民间团体举办当代民主艺术展，让大众了解中国甲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主发展的差异。部分展览嘛以互动的方式，让囡仔用趣味的方式来理解民主。一般来说不会就是把这么血腥的东西直接放在这边，可能是看纪录片或者是报道而已吧。像那个什么柏林围墙倒塌，我觉得也是蛮难得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啦。中国这边它是偏比较暗色系，那世界这边我们是比较偏亮色系的。1989年的世界正在往光明的方向走去，但是中国它却往黑暗的方向走。这个展览甲民主的概念参生活结合，要让大众知影民主、历史甲每一个人都有关系。也有民间团体呼吁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，要针对历史事件表态。记者讲曾俊佑台北报道。